大家最近咧都有睇到新聞咧，恒生銀行咧就俾匯豐銀行咧就私有化，即係收購咗啦。恒生銀行咧喺全香港咧都話數一數二，我相信應該係頭5年之內。既然一個咁大間嘅銀行都被人私有化，即係證明一樣嘢，香港而家生意咧就越嚟越難做。但係調翻轉頭，另一個角度睇咧，匯豐私有化恒生，即係匯豐咧其實睇好香港嘅市場私有化令香港市場咧就更加少競爭對手，所以咧私有化之後咧，恒生銀行一定會有裁員啦，分行一定會縮啦，係咪？所以咧呢樣嘢就無論你間銀行幾大或者咩情況咧，總之都會有人比你更加大。而恒生銀行咧，據講咧就香港已經超過92年嘅歷史，算係香港數一數二嘅有名嘅大銀行，都同過呢個被收購私有化嘅活動。所以大家點睇咧？可以分享留言俾大家。